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中孝东路一间 KTV 头前的路边，伫20号深夜发现一只囡仔车内底停一个1个月大的小男婴。警察找到这个囡仔的爸爸，这个24岁爸爸讲，伊的女朋友就伫楼顶的 KTV 咧唱歌，伊有甲讲囡仔伫咧楼骹，想袂到女朋友无落来接这个囡仔。原来是进前2个人有订单冤家，才甲囡仔隔伫路边。结果这个爸爸妨用违契罪函送法办。一个少年人塞黄野车伫 KTV 外口人行道行，敢若咧敲电话，也毋过对方一直拢无接。伊竟然直接将黄野连人带车留伫人来客去的车路，家己离开。刚满1个多月大的男婴当时就躺在婴儿车内，被遗留在 KTV 的骑楼内。警方发现之后呢，是立刻循线调查，发现将他放在这儿的，居然就是他的父亲。代志都发生伫昨暗11点多，台北市大安区中孝东路一间 KTV 的头前。当时囡仔的老爸将囡仔等伫 KTV 的楼骹，伊讲因为女朋友就伫楼顶咧唱歌，已经有甲对方讲囡仔就囥遮，人就随伊走。红爷就安尼红等伫路边，直要半点钟。我们警方后来到楼上 KTV 楼上去找，没有找到他这个母亲。那事后我们会一样会通知他到案。这对爸母拢敢若24岁尔，正少年，毋是社会局通报高风险的家庭，敢若是因为双方咧起冤家，接触囡仔等伫路边。本案已立即由家防中心派遣社工到场处理，进行安全评估后，交由家属接回照顾。后续警方也通知红爷的阿公阿嬷，将囡仔带回去照顾。验过这对离境的爸母，报告囡仔的安危，嘛将会向依照移去罪上班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